追赶着我的是你，在我不知无助是什么，你就为我的胜利，在我还没跌入黑暗里，你预备自由生命。当我心破碎却被蒙蔽，你恩典使我更新，你是我所有，我所有。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一礼拜无去咧吼，无是语言拢乱去啊，因为是少年咱啊哈咱伫这个时间，咱要开始来敬拜。咱倒来到伫上帝的圣殿呢，你的心有充满迄个迄个热情甲迄个平安无？阿门，阿门。因为今仔来到伫圣殿呢，拢是上帝拣调来，上帝甲咱讲，你着倒来，咱阁有顺服，所以咱就倒来到伫伊的圣殿内面，咱要伫遮来领受上帝授予互咱的话语甲福气，阿门，阿门。所以咱伫遮的敬拜，伫遮的分享，拢有圣神的运行伫咱的中间，感谢主。咱来甲隔壁的人，你来甲伊讲哦，你甲伊讲，甲你做伙敬拜就是我的福气。甲你做伙敬拜是我的福气。阿门，阿门。感谢主，咱这是咱起立，咱来欢迎圣神来踮伫咱的中间。你伫这个时感觉会热无？会热无？袂热呢吼，佫真凉哦吼，感谢主。外口有日头，上帝内面来互咱吹冷气哦，迄个冷气是上帝来冷气哦吼。阿门。咱将双手举起来，咱来欢迎圣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做伙来讲，圣神你是美好的，圣神你是美好的，圣神阮欢迎你，圣神阮欢迎你，阮邀请你，阮邀请你，阮靠无你，阮靠无你，你运行伫阮的中间，你运行伫阮的中间，阮要得到快乐，我们得到快乐，阮要得到活力。我们得到活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30秒的时间，你甲圣神继续来沟通，来祈祷。哈利路亚！你要求圣神充满你，求圣神帮助你，求圣神提醒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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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用速度信的经，咱过来告别咱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的上帝是咱的快乐，咱的上帝是咱所信唯一的主。阿门。阿门。伊道成肉体。藉做耶稣基督来到伫咱的中间，互咱每一个人拢领受伊的救恩。所以，咱是上有恩典的人。阿门。阿门。咱将这个破坏者，咱归乎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的上帝是大有快乐的，我伊做袂到的主。阿门吗？咱做伙啊，罗伊。
所敬爱的主耶稣，伊是充满恩典甲慈悲的主耶稣。咱用感恩的心，用这首诗歌来服务伊。世界的主宰耶稣，万民拢出于你，属于你，归乎你，你是要阮我，咱来欢迎，阮拢讲你，靠无看见。
互咱伫遮自亏，咱的心充满迄个喜乐甲平安。这个是咱祈祷的时刻，咱祈祷的时刻就是要带来这个地的平安，这个地的快乐。阿门吗？阿门。咱这个时，咱要特别来为着咱的教会、咱的幸福小组的启发。每一个小组拢已经在进行。咱的小组邀请的新的朋友，不管你多，不管你少，透过咱愿意有这个顺服的心，上帝话、上帝快乐、上帝的能力已经进入伫咱的中间。阿门。所以咱的教会，整个的教会，每一个小组拢动起来时阵，开始用上帝话来对人讲的时，咱的教会，上帝就甲迄个属天的官兵伫咱的中间在运行，也伫咱的社区，伫咱的国家。阿门。所以这个是咱举手，咱来为着咱的幸福小组，不管是咱的长辈、咱的商人、咱的所有的牧区以及咱的青少年，咱大声开出来，为着因来代祷。上帝开来要加添因的心，就要得到人的灵魂最多。阿门。1、2、3，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的灵命是阮的中间，主啊，互阮为着幸福小组，阮的启发来祈祷。主，你的圣心大大，互阮看见这个世代，上帝，你喜爱阮将这个福音传到伫全世界。主，阮透过幸福小组，主啊，阮看见阮的小组长，阮的第三角，大家用心热情一下，甲上帝同工。主，阮看见最新的朋友你来到伫阮的小组。主啊，好像是拍开一条活水的河。互伊会当啉这个活泉，主啊，这新的朋友一对主你来得到快乐，因的性命要更新，因的家庭要改变。主啊，这个土地要因为安尼来转化成这个福建的土地。主，我感谢俄勒你，我要感谢俄勒你，听阮你面前的祈求。哈利路亚。手过看。欢迎君王降临，用咱的呼喊声来和咱的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3摆哈利路亚，3摆哈利路亚，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这是一个活力的土地，阿门，阿门。大家请坐。这时，请咱三甲来恭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旧约诗篇第16篇第1章到第1节到第11节，诗篇第16章抱歉，诗篇第16篇第1节到第11节，请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限制，嘛毋敬拜因的生命。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固守我应得的份业，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称赞驾驶我的上主，眠时我的心指点我，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伊伫我的正边，我袂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安然自在，因为你袂甲我放撒伫阴府，嘛无互你忠心的子民落去深渊。你会指示我活命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的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帮助。这时，咱要请周信荣牧师来证道，伊要讲的是，唱出信心的欢喜的乐歌。就今晚大家平安，唱出欢喜的信心欢喜的诗歌对无？我拢会使吼。袂要紧，照安尼念嘛是会使，大家听有倒好。感谢主，互咱今仔日会当一大家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足久无讲到吼，所以拢有较清楚一下哈。真欢喜，咱会当伫主的内面彼此的关怀，伫任何的状况内面。有兄弟姊妹，咱大家的扶持帮衬，我相信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事。也我嘛相信，伫咱的信仰内面，咱更加会当来宣告，咱的教会是归属耶稣的。阿门。咱是充满耶稣基督的听，伫咱的中间继续来行，跑走头前的道路的。好，咱举起咱的正手，咱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愿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感谢主。真欢喜，咱会当伫主内面做伙来互相鼓励，特别伫上帝的话语内面，咱更加相信。伊的气力不断会当，互咱伫生活内面真做及时的帮助。所以牧师要问咱，请问你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吗？是无？你伫生活内面有喜乐无？还是讲来教会较有迄个喜乐？来到小组较有，等于厝安尼一个面安尼臭臭。哇！咱里外都要是基督徒哦，对无？所以无论什么款的环境。咱拢相信，咱会当成做一个喜乐的基督徒，这是理所当然的。那安尼，我就要问咱咯，你的喜乐是对倒落来的？哇，这会当来互咱来思考吼。
你讲我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总是我的喜乐是对打落来的。这大家人可能无啥共的一个结果，也是讲迄个想法，总是无论安怎，这个喜乐伫咱的内面，爱亲像泉源一般样，不断清出来，这个会当成做咱的生活，甲咱的家庭，甲咱见面的人、接触的人，成做因的一个祝福哦。所以咱在讲喜乐，甲一般在讲快乐是无共款的。快乐可能是咱有暂时伫一个物质的顶面，也是一个关系顶面，咱有得到一个温暖，咱会感觉哇，这时阵真赞，吼！食到迄个顶级的牛排，讲人间美食哇，吼！迄个是一个坎站的尔嘛，吼，一个时段的一个喜乐，一个快乐哦，总是喜乐真重要。得来甲咱讲，这是一种的宗教的情操哦。特别是咧讲，伫基督耶稣内面，迄款有真深的一个满足，是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呢。吼，所以咱若要讲，我的喜乐是对打落来，应该讲就是因为我信耶稣基督，我相信伊，我将我生命一切拢交托伫伊，我深信伊是听我的，我深信每一个坎站拢有伊特别的安排甲引带，所以。我就确信，我会当伫任何的处境，拢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真做基督徒咱，耶稣无应允咱讲伫世间恁拢无有苦难啊，毋是？伊甲咱讲啥？讲伫即个世间咱有啥物？有苦难，总是较重要。伊甲咱讲，咱着放心交托伊。阿门。哇，这是一个真水，甲咱应允的一件代志吼。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深深来体会吼。牧师住病院的时阵我一直查无讲迄个背景，我要加啥会当都毋免迄落吼，袂要紧。牧师住病院的时阵即个一个张院长因为我看伊有熟悉吼，伊就送一盆的蝴蝶兰来，足水的。这盆的蝴蝶兰对我来讲，哇！伫我病痛迄个时阵，互我有一个真水的一个启发。恁来看，这个蝴蝶兰对恁来看，恁牧师是看到啥物？这盆的蝴蝶兰，恁来哦，恁感觉牧师看到这盆的蝴蝶兰是看到啥物？我要甲咱讲，我所看见的这个蝴蝶兰是每一个花，迄个中拢是开喙，足大的喙，拢在创啥？拢在唱歌学了上帝。遐济类的蝴蝶兰，这是啥物？咱的诗班嘛，对无？咱的会长拢做伙伫遮敬拜学了上帝哦。所以出院了我嘛徛倒来厝里，哇安那喙愈开愈大，愈唱愈大声，有无？你就感觉这亲像一个诗班有无？是牧师伫看着这个乌蝶兰的时阵，伫从解听的时阵，圣神甲我讲，你看就是安尼，就是安尼，你就是会当有一款的一个充满喜乐的一个情景，就是伫上痛听的时阵，你悠然会当学了我，哇！所以我感谢主，互我会当有一款的经验，看见这蝴蝶兰。竟然会当互我去看见，就是亲像天使一般，围绕伫我的四周围，伫遐在敬拜俄罗上帝。我的心嘛甘愿做伙伫遐在敬拜俄罗上帝。所以感谢主，伫上界痛痛的时阵，会当活出迄个上界水有气力的见证。这是你我兄弟姊妹，这是你我，咱拢会当做伙来经历的一件代志。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甲隔壁讲，咱吟诗学乐是基督徒的特权来。哇！你伫厝里常常是讲伫工作当时就是真自然就心内就有一个诗歌出来就会安那。可能真侪人所以你无一定唱足大声，你会细声唱出来，是咧煮饭的时阵，当时会唱歌，举手一个来。是
我无讲逐日咯吼，一礼拜有一届嘛是会使哦。来，举手一个，举手一个。感谢主，感谢主，好，最少安尼6、7成啦吼，感谢主哦。咱会当搁拍拼，好无吼？逐日就是有诗歌特别咱遮较年龄较资深的还是讲信仰较资深的基督徒，咱想到的拢是旧的圣诗对啊吼，袂要紧啊，真好啊。但是久无唱吼，迄歌词第2节拢嘛袂记一个，较有要紧吼，着甲第1节、第2节咱透念念的安尼吼，拢嘛袂要紧，只要就是要学了上帝嘛，对无？哇，这就是咱的生活会当去经历的一件代志哦。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这个经文内面，牧师就甲咱做伙来思考，咱伫生活要安怎用信心来唱出迄个喜乐的诗歌。吼，对诗篇16篇，咱做伙来思考。诗篇16篇真特别咯，伊有写讲这是大笔的金诗吼。伫诗篇150篇内面，拢总有6篇。是写大笔的金诗，金诗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咱前礼拜4月22拜3吼，咱所读的圣经在嘛吼，诗篇15到17篇，迄是迄日的经文咯吼。牧师从16篇，今仔甲咱做伙来分享。金诗的意思就是有雅侃，也是讲秘密，也是讲雕刻的这个意思吼。这个意思在表达什么？伫大笔的金诗内面，真重要的，伊的金诗拢是对祈祷发出的迄款的学乐，而且有一个特点，就是拢用信心来宣告，伊的祈祷上帝有听见，用安尼来学乐上帝。所以真特别咯，伫切祈祷的诗歌内面，有迄个信心的特质。信心就会当用安尼，正做金诗的意思，就是会当享受上帝的雅赞，会当伫苦难中会当看见迄个苦难的奥秘是啥物，嘛会当正做亲像雕刻了后，迄个永远的一个见证伫咱的生活内面。所以感谢主，互咱会当透过大笔的金诗，咱会当更较去体会，原来咱就爱伫信仰内面。无论什么时阵，咱拢得爱带着信心来敬拜上帝。阿门。是咱做伙来讲哦，我带着信心敬拜上帝来，我带着信心敬拜上帝。是，这是你我生活内面会当去经历伫敬拜内面，咱需要付出的是个信心哦。所以若安尼，对这段经文，牧师就甲咱做伙来思考两个题目，两个这个中心的思想。互咱来了解吼，所以咱看大笔在写这个诗的时阵，互咱感觉伊亲像伫伊的生命中间有拄着真大的一个困境，伊已经找无人会当来帮衬啊，伊只有安那活倒身来到上帝的面前吼。伊讲上帝啊，求你保守我，因为我倚靠你，我的心啊，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哇！这个经文，我相信咱真熟哦。大笔在讲哦，讲我的心啊，你捌对耶和华讲哦，伊在提醒家己呢，就是伫迄个上界困难，无法度得到帮助的情景的下面，伊提醒家己讲，你捌哦，你捌安尼讲过哦，你捌安尼学乐过哦，你捌安尼敬拜过哦。耶和华，你是我的主哦，你是我一生所倚靠的哦，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迄个好处原来的原文内面，嘛当翻译做咱即摆现代常常在讲的幸福啦。咱即摆幸福小组对无吼？我的好处意思就是讲，我的幸福不在你以外啦。若安尼免怎讲，咱就是讲上帝啊，我的幸福拢伫你内面哦。上帝啊，我的幸福拢靠你啊，安尼对无？这就是大笔所讲的吼。所以兄弟姊妹，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幸福拢伫你内面。哇，这咱会当宣告对无？咱做伙也举手来宣告，讲上帝啊，我的幸福拢靠你啦！来，上帝啊，我的幸福拢靠你啦！无论咱中间有结婚的，还是还未结婚的，
咱的一生所期待就是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幸福的家庭嘛。那是安尼，咱就安尼不断宣告哦。每一日咱拢会当安尼勇敢来宣告。所以咱看，为什么大卫有一款信心？因为伊回顾过去这信仰的先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瑟这个，伊看见因的一生了，伊感觉讲哇，论到这个世上成的这个先祖，因是何等的水，何等的神，是我所欢喜的，我所喜爱的。哇，兄弟姊妹，是原来伫大卫的信仰内面，有一个典范通去学习，就是透过以色列这个列祖，伊去经验因这个过程内面，伊就去感觉到讲哦，原来因就是安尼单纯的信心所带出来的，就是单纯的信仰，单倚靠耶和华上帝，就会当得到帮助。哇，这就是大卫在甲咱讲伊的信仰的源头，以及伊有信仰的典范，通去学习呢。所以兄弟姊妹，伫咱教会内面，咱有真真济过去到现在有信仰的前辈，会当互咱学习无？有无？有哦，有真济咯。咱来看咱英讲的历史的时阵，咱就会当深深去体会上帝何等疼咱。哇，组织真济，咱这前辈伫咱对开拓到一直发展的过程内面，因所留落的脚业，拢成做上帝对英讲教会的祝福，通去互咱会当享受现在，会当展望未来。这拢是因为咱信上帝祝福因，也继续要祝福咱。因为咱有典范，通去来学习无，所以感谢主，一生的幸福的关键是什么？若是你真做基督徒的，你一定知影，一生的幸福的关键，毋是讲我的生活的条件是好还是歹，毋是讲我伫物质的生活，还是我的人际关系安怎，这一切，毋是，拢毋是这个。上界关键就是你甲上帝的关系如何。咱已经宣告。咱一切的幸福在伫伊，咱一切的幸福拢伫伊的手中。那安尼，咱一定甲伊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咱才会当去领受对伊来。所以你的幸福拢伫上帝的手中哦，阿门。是，这里咱会当看见的。所以咱就爱用上帝的眼光来确认现实这个生活的这一切的价值咯。所以大卫就讲：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业，我所应得的，你甲我固守。阿门。伊在讲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意思就是讲耶和华所分予我的啦。咱有想到无？上帝所分予咱的福气有偌济？所以牧师常相信一件代志：上帝予咱的福气，咱若无去求，无人会抢去，因为迄是咱的。总是咱若无去甲领出来，迄个福气，咱无法度去运用，对吧？就亲像有一个好业人，哇，买足一金啊，安尼对吧？金库安尼，大锁小锁安尼锁一部，逐日拢去看金库，哇，这就是我的产业。一个伊的好朋友足善车，是讲我这个朋友遐有钱。嘛，甲拜托一下对无？互我看一下就好嘛无一直流嘴烂对无？有一个家己朋友，你遐好业，人拢毋知影，我知影你做好业，无最少你金库开一下，互我看一下，安尼会使无？想讲，我这朋友应该是无啥物歹意好啊，拍开互伊看，哇，拢是黄金，哇，拢是这玄石，哇。1分钟尔，关起来。伊个朋友回去想讲，我这个朋友遐好业毋过伊个生活跟我差不多咧。去甲伊个朋友讲，好业的朋友啊，你足有钱的对无？是哦，都好似你有看过啊，对无？毋过我感觉你看我平散车，因为你遐拢毋敢用，你死了，伊讲哟，较安尼。是啊，兄弟姊妹，上帝予你我的产业是偌济？
你有去思考无？咱即马摕几分落来无？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会当去深信，这位上帝既然是咱所挖靠的，伊让互咱的地界是伫极水的所在，咱的产业是实在真好的，因为咱会晓运用这个来成做别人的祝福，会当运用这个做伙建设一个荣耀属上帝大有亏力的教会，这就是你我做伙伫即大家来见证的一件代志。保罗毋是安尼讲吗？伊讲我只是我以前掠做甲我有利益的，现在我因为基督耶稣做当作是有损害的。不但是安尼，我将万物当作有损害，是因为我捌我的主基督耶稣看伊做至宝。阿门。伫即个过程内面，有一个转移的过程，对无？保罗的即个价值观有一个真特别的一个转移的一个过程。即个过程是啥？就是对看重过去看重万物，转往看重基督耶稣。过去看万物做宝贝，总是即马转移到伫掠基督做宝贝。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转移的过程，这是对俗世的价值观转移到属天的价值观，这个是需要的。所以兄弟姊妹，诚做基督徒咱的价值观绝对袂当受到社会继续影响咱。那安尼，咱一定看无家己，一定看家己真惨真艰苦真软弱。咱就爱相信上帝的眼光看你我的时阵，咱就会看见迄个奥妙在哪里。转移一定爱哦，将过去的迄个俗世的价值观，即嘛一定爱甲转移过属天的，迄才是属于咱的。所以我要对我的眼光转移到上帝的眼光，咱做伙来讲来，要对我的眼光转移到上帝的眼光，是这是咱所会当一定爱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大笔就安尼讲，我要称赞迄个只教示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伫迷间也要安尼来警戒我。大笔伊清楚。伊若要持守这份的信仰，完全来倚靠上帝，毋是一日就会当定到的。就是伫迷失的时阵，当咱倒落来的时阵，咱得回顾今仔日的所经过的这时间，所做这事，甲人的对话等等的时间的时阵，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有一个对上帝的话语帮助咱有一个警醒互咱不断去调整，愈来愈基督的形象伫你我的身上，这是咱会当的。阿门。代表伊就是安尼，会当真做咱的帮助。所以伊相信上帝是一步一步真细腻在甲咱引带，在甲咱保护，嘛伫需要的时阵，伊一定会警戒咱。这是你我所需要的一件代志。阿门。所以咱毋免惊人甲咱讲一句对咱好的建言，总是咱听起来不舒服。这是咱的生活常常会对无？包括夫妻中间嘛是会哦。总是求上帝帮助咱，继续调整，一步一步。我相信咱会愈来愈好，因为咱相信咱是活伫耶稣基督内面的。阿门。所以大笔就讲，我将耶和华常常放伫我的面前。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得着摇动。阿门。以色列人的观念，正边是一个帮助者的一个位置，是一个上有气力的位置哦。这是以色列人的观念。咱的观念有可能是伫后壁对无？毋过以色列人的观念是安尼，你会当要帮助你的你要帮助咱的，你就爱徛伫伊的正边。咱的正手靠力对无？总是若阁有一个人气力去甲咱扶持一下，哇，迄个较有力，敢毋是安尼？这是以色列人的观念。总是大笔透过安尼，得清楚知影，伊将上帝常常摆伫伊的面前，摆伫伊的面前就是敬拜伊，常常跟对上帝的脚步。
互伊伫伊的正边会当成做伊的帮衬。伊有软弱、有吊搭、有病痛的时阵，总是因为伊有通倚靠，所以伊讲：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嘛要安然徛起。所以感谢主，咱会当徛伫上帝的面前，咱就拢无惊吓。阿门。好，徛伫上帝的面前，我无所惊吓。咱做来讲来，徛伫上帝的面前，我无所惊吓。是，还是姊妹？当要决定牧师要决定开刀的进程，拢一直讲无爱开刀嘛，对无吼？我前礼拜有讲，总是你知嘛？迄个开刀，包括我甲我的二兄伫讨论，伊嘛有讲因台南中会有一个牧师同工开刀了后来无真好势哦，吼到即马拢一直爱牙乖吼这是有一点无完全的一件代志，嘛有即个可能性会发生，对无？是啊，因为医生甲咱讲的，无迄个100%，一定爱保留的。咱叫咱台语讲的，毋惊10000，敢若惊哪11000啦，对无？毋惊10000，敢若惊哪11000啦，总是当阮祈祷了后，要往即个开刀的方向来进行的时阵，阮厝里的人，无有一个会讲毋知，到时敢会讲若知，敢会即个代志，从来无。阮拢深深知影，伫祈祷了，迄个平静的心，互阮往即个方向180度的改变哦，总是心是真安然自在。阿门。因为阮知，咱是靠伊来活的。阿门。所以伫每一个生活，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去深深体会。所以代表讲，你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福乐。阿门。这是一个宣告。好，你要将你的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因为伊常常伫上帝的面前嘛。所以伫伊的面前，既然咱持守，伊知影就有满足的喜乐。伫伊的正手，因为伊伫咱的正边，就有永远的福乐。阿门。所以这就是咱伫生命经历的过程内面，咱会当相信的。倒转来讲，那一切拢无有上帝的同在，一切的事物，就是咱看做至宝地面的这物件，可能拢会失去意义，对无？你认为善良人较超凡，还是好业人较超凡？所以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深深去体会哦。这好业人较超凡，毋是咱所讲的，这是事实，有人调查过的一个结果哦。所以咱求上帝，互咱会当了解，有上帝才有意义。阿门。咱做来讲来，有上帝才有意义，有上帝较有意义哦。好，唐纳德·麦克库罗夫伊伫伊的著作内面有伫形容伫每一间的礼拜咧教会伫礼拜的时阵，有3种无共款的人哦。伊写了真，写了就知影讲伊对礼拜的观察，对教会观察是真深的哦。伊讲伫任何教会礼拜拢有3种的敬拜者，我就甲伊归纳伊讲第一个就是掠家己做义的。一个敬拜者讲这圣经讲的这佫会当参考尔啦。我的想法较是正确，这就是掠家己做义嘛。第二就是借着上帝来满足自我的一个敬拜者。伊讲伊来礼拜是因为安那？因为为着要求啥物，要得到啥物嘛，要对上帝来满足啥物。伊讲佮第3种的就是伊掠家己的经验做第一个。阮过去安怎？阮应拜礼拜安怎？阮应拜教会是安怎？伊讲伫教会内面有这3种的一个敬拜者，
伊在提醒咱，就是讲咱真做基督徒的咱若要伫信仰内面，会当更较决心去体会经历这位上帝的同在。那安尼伫敬拜的中间，咱爱定心不断思考，定心来，佮互咱更较去经历咱所信的是真个活的上帝。所以每一届的敬拜，拢是建立信心的一个过程哦。好，每一届的娱乐、吟诗娱乐，拢是宣告上帝同在的一个事实。这是我对伊所写的这牧师的经历的感受。对，每一届的敬拜，拢是建立信心的过程。意思就是讲，伫今仔日咱敬拜前、甲礼拜煞了后，是毋是咱的对上帝的信心有搁较那持守无？这是礼拜过程咱所追求需要的，期待咱会当信心那坚定。佮有每一届的娱乐的时阵，毋是嘴唇唱尔，咱就爱宣告我每一届娱乐上帝耶稣应允的啊！好，咱伫迄搭遐祈祷，咱伫遐娱乐，伊的宝座就设立伫即个所在嘛。若是安尼，咱就相信是这位上帝永远甲咱无相离。所以，若是安尼，咱就要相信信心的敬拜会带出喜乐的人生。阿门。阿门。咱做伙来讲即句来，信心的敬拜带出喜乐的人生，是愿上帝，互咱会当有深深的体会。这时阵，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来。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拽。诗篇16篇第8节，搁一摆来。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拽。诗篇16章第8节，好无？咱来宣读好无？我宣告哦，吼，来预备来。我宣告，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我宣告，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拽。诗篇16篇第8节，我相信上帝永远甲我同在。阿门。感谢主，互咱会当来深信上帝甲咱同在的事实。好，咱做伙起立，咱来吟唱诗歌。宣告将来，哦乐伊就同在，望见你世代，哦乐伊就同在。咱拍拍我来。扫除一切的障碍，主保耶稣的爱，因我乐充满心怀，献出生命同在。来娱乐。大开嘴就大充满，阿妹，咱过来吟言时，咱带着迄个活力来宣告咱的得胜，来，信心宣告将来，哦乐伊就同在，望见你世代，哦乐伊就同在，一切走来拢造福。主保耶稣的爱，因我乐充满心怀，献出生命同在。来，咱做伙用跳舞来娱乐。
日咱的节目属甲咱的分享内面，咱爱有得到迄个信心、欢喜的歌，阿门。阿门。你有信心无？有时常常软弱对无？牧师伊甲咱提起透过上帝开力，咱每一个人拢要欢喜起来，因为欢喜是咱的本质，阿门。阿门。破病唔是咱的本质，破病是对撒旦来，所以咱要用信心来宣告，在破病、忧闷、烦恼、忧愁拢爱离开咱，阿门。阿门。因为上帝伊是真高爱的上帝，所以唔是伫文字咧讲哪点，是真正要互咱活出伫上帝信心内面迄个欢喜的诗歌，阿门。阿门。这个是牧师要来为着咱祈祷。假使你有拄着忧郁症，你有拄着身躯艰苦的，或者是你有烦恼的代志，种种牧师有讲着无讲着的，拢会使。你将你的手举起，牧师要来为着你来祈祷。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来为着你祈祷。你将你的手举起，哈利路亚！你的心有被办好，你的病要得到医治，阿门吗？阿门。你有被办好，你的家庭要得到和平，阿门吗？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当我这时，我奉你的名来宣告，因为主你是高我的主。主啊，这时你要伫阮的兄弟姊妹的内面，主，阮的信心相信，阮无怀疑，因为阮的病症要伫主你的内面，透过耶稣基督你的高我，你已经成就，互我的病得到医好。阿门。主啊，阮要感谢你，你也要互阮伫人际关系顶悬。主，阮的人际关系有时阵常常讲话伤害别人，甚至我互人伤害，我嘛家己讲话伤害家己。主啊，你来赦免我的罪，来医治我的嘴，互我的嘴透过我的心会当讲出正面的话，来造就人，嘛造就我家己。阿门。阿门。主，我也来奉你的名来宣告。主，伫阮的家庭内面，有阮的人甲人中间会无好势，阮甚至阮的厝里人有艰苦悲痛，总是阮唔知要怎样，嘛唔敢对伊传福音。主啊，你来赏赐阮气力，主，互阮敢来因来传福音，互因无致到危险。因为主，你的福音伫阮的内面，真做因的气力。主啊，你也要来医治阮伫阮厝里中，阮所关心因所身躯所拄着这的病，主啊，求你来医治因，互因感受到阮伫主你的内面的祈祷，因永远会当得到这款的福气。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来祝福阮伫阮的病痛，不管是阮的筋骨、阮的神经，或者是阮的肝、阮的胃、阮的肠，主啊，你完全来讨办，互迄个病症、迄个灵拢离开阮。我们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清气，奉主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咱来学了来。哈利路亚！道路就铺起来，路是在互人行的，对无？路爱会通才叫路，所以迄个道路就铺起来，就是上帝要为着你开路，阿妹吗？阿门。你来甲记起来，你甲伊讲，免惊，上帝为你开路。免惊，上帝为你开路。哈利路亚！请坐，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
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是阮做钱，咸甜领受我命全还，真心感我会天归来，无那主阮是心所愿，甘心努力，一心一意。你在所有拢相依，阮上到阮上到阮被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这是要事工分享，请潘牧师分享。现在大家平安，以及咱透过直播在咱做伙敬拜，现在不管你伫倒位，上帝平安甲伊的快乐拢甲恁同在，阿门。现在咱只是咱来看咱的消息，咱看咱的消息之前，咱的周报敢内面有夹这张无？这张是啥物货？导读的抄写经文哦，哈，牧师阁甲咱提醒一下，假使你的抄写经文，那有落擦去啊吼，有落拍起来，爱紧对起来哦。即摆已经来到伫5月的经文啊吼，所以咱来继续来写。最近牧师有看到有一个国外的一个牧者，伊讲，咱伫即个世代，大家拢真靠咱的手机啊啦、科技啦吼，伊就讲。真侪人伫手机内面总是真少去将手机甲运用成做是一个咱读圣经、明白上帝的一个工具。大家拢敢若伫遐追剧看遐有诶无诶，真可惜。上帝互咱即个世代，迄个手机会当遮尔便利，一个真重要就是透过安尼福音会当骗团。所以圣经讲福音爱骗团，透过手机安尼会当骗团到伫全世界，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上帝话的内面更加搁爱强调，阿妹嘛。所以咱透过抄写这经文，互咱会当记牢，搁互咱喙念出来导读，就会带来迄个土地的改变。咱知影迄个话语是有快乐的，所以牧师提醒咱来甲隔壁来讲，你的经文爱对会着哦。你甲伊讲，经文的抄写爱对会着。哈利路亚！来，咱来看咱的教会的最近的消息来，请。这是昨昏伫新北市新北市吼，才有一个新北市的祈祷会，咱来看吼。牧师甲咱兄弟姊妹有做伙参加。与新北众教会同心为城市祈求，对于执政8年的总结，他吐露不尽感谢。真的太多太多的感谢。
所以每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政府团队都在这个地方，在你们的牧师的祈祷祝福，耶稣给我们的照顾，让我们新北市更加有力量。也希望我们这一块土地，因为有耶稣的爱，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里平安、健康、喜乐的成长。最后，市长以深深的一鞠躬，我在新北市也16年来，都给我满满的祝福，我真的很感动哦，很感动。新店行道会张茂松牧师也代表新北市众教会表达对侯市府8年建设新北的感谢。当朱市长要交棒的时候，我们教会送您了一个匾，您记得吗？一只老鹰，上面写着“如鹰展翅”。我们看了这8年，您带着新北市在飞。市长，您虽然可能会要离开这个位置，但是你不会离开台湾我们这个大家庭，特别教会这个大家庭，新北教会这个大家庭。新北众教会同心举手为新北执政团队以及民代祝福，而蓝绿下一任市长候选人李四川、苏巧慧也到场，一同接受众教会的祷告。也奉主的名要祝福人民的公仆是行公义、好怜悯，能够一同的来治理，用基督徒的权柄来宣告这城市是属神的。阿们。是要奉献给耶稣的。阿们。阿们。主啊，主啊。我们在做乐龄的工作的时候，新北市政府就把这教会聚集起来，在这个儿童跟青少年这些脆弱家庭的需要上，来连结这些做儿童跟青少年这些脆弱家庭的服事。我就看见教会跟新北市政府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连结跟合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爱跟祝福更深入的进入到每一个家跟每一个有需要的地方。对新庄或者对新北市所有的众教会联导会，我觉得这个聚会是非常有意义、有帮助的。因为我们难得平常事工都忙，而且新北市幅员辽阔，但是透过这个平台、这个聚会，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合一，聚焦在上帝如何来赐福我们的城市。咱感谢主。互咱会当有迄个伫咱的土地内面，会当为着咱的土地祈祷。搁有一个真重要，咱爱为着咱的市府的团队来祈祷，怎样来治理咱的城市，要互咱的城市真做幸福的。教会甲教会连结，然后咱无分教派，无分宗派，咱拢共一个心，咱就有迄个合一的心伫咱的内面。上帝要祝福咱的城市。各界代表也将象征新北5大市政主轴的钻石方块堆叠，象征新北众教会29区联导会联合与市府执政团队协力，继续同心打造有爱的共荣平安城市。GoTV 新闻中心新北采访报道。感谢主，咱会当昨昏咱大概有20位2块的吼，所以咱就甲主办单位来认领2块的，所以咱有带20位的兄弟去参加。可能咱的兄弟对这款的代志较无迄个过去的经验，但是伫这个世代内面，你若敢若讲长老会，家己一个长老会，咱无去甲外教派连结起来，你敢知？咱足孤单的啊！足孤单，你甲看即摆庙，因的迄个运作，迄个绕境有无？哇，迄款的迄个势力，咱毋是要甲伊比较，总是咱爱想，咱爱团结起来。所以咱毋好做孤鸟，咱毋是徛伫迄个政治，咱是徛伫基督。耶稣基督要来治理咱即块土地，咱因为有即个共款信仰的心，所以咱做伙。明年伊会阁继续办。好友伊今年的市长伊就最后一年，所以伊嘛要结束。是一个新的开始，毋管过来怎样，总是咱一定爱继续来为即个土地祈祷。咱嘛爱参与伫即个祈祷内面，阿们吗？这就是上帝互咱伫即个世代，你活伫即个世代的使命甲责任，就是为即块土地来祈祷。好，咱过来，曙光，好。咱即礼拜的导读来，咱来复习一个车来。我的目睭，伊要互我的骹脱离罗网。诗篇25篇15节，搁一摆来。我的目睭不时仰望上主，
伊要互我的脚脱离罗网。诗篇25篇15节，好，上帝啊，互咱的脚会当脱离一切的罗网。好，过来青少年牧区因伫顶礼拜为着即摆考生吼，咱知影即摆遮的高级的学生拢咧考试，咧统测哦吼，昨昏甲今仔日吼，所以大家拢真紧张，父母搁较紧张吼，所以咱常常来为着因祈祷咱的青少年的牧区嘛拢特别开一个祈祷会，请家长带囡仔来到伫咱的4楼，伫遐为着因祈祷。兄弟姊妹，咱所做的即个事工是上帝会甲咱纪念无？阿们吗？遮个囡仔因会得到祝福无？阿们，阿们。真侪家长拢带囡仔去庙啊拜拜，然后去求迄个符啊。因为什么要求符啊？因需要什么货？因需要神呐。那安尼为什么咱的教会袂当互遮个囡仔，互因知影讲，你有一个耶稣基督，你是你通倚靠的。这就是咱爱有迄个知觉，有迄个认知，咱爱做遮的工。昨昏咱的阿伦团队、甲安娜团队以及咱的青少年的辅导，因就去到伫考试的市场，吼，迄个考场考场。伫遐，咱的学生、咱的囡仔伫遐考试，因就去到迄个所在，特别叫伊特别伫遐为着伊祈祷。咱的青年就讲团队我敢会当招阮的同学，毋是咱教会做伙来互你祈祷，好无？哇，伊就带4、5个同学拢来找团队，就伫遐为着因祈祷。哇，咱为着因祈祷了后，然后咱嘛看到另外一堆呢，别个教会，神道会吼，会传道，伊嘛来啊呢。因嘛为着因的青年来到伫考场，为着因祈祷。所以咱的考场，囡仔去倒位考，排伫迄个考场，排伫迄个考场，咱的团队甲咱的青少年的辅导，迄个考场，一直安尼走来走去，去为着因祈祷。兄弟，咱的囡仔毋是需要补习班，咱的囡仔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同在，阿们。所以咱一定爱有迄个信用，咱爱有迄个。行伫头前的迄个信用，互咱的囡仔，假使你的囡仔即嘛是离开即个信用，无伫即个信用内面，爸爸妈妈这是咱的责任，咱无法度高效，所以甲咱的青少年，一个，你甲伊哭，你甲伊讲，伊可能无欢喜，你嘛爱讲，因为你这是出力疼，对伊好，对伫伊的将来是要拯救伊，所以爸爸妈妈，你毋免惊伊受气，连可互伊受气，你嘛爱甲伊讲出来，你爱转来到伫教会。等来到伫耶稣基督的内面，阿们吗？阿们。好，过来这是咱的青少年，因共款因伫迄个为着暑假，因一直咧开会，吼。所以咱嘛为着因伫暑假的撼动星球的宴会来祈祷。即马外口的囡仔，别个教会的囡仔拢报名入来啊，吼。所以咱的囡仔若还未报名嘛，爱来紧来报名。好，这咱拄则有看过啊，吼。好，过来就是咱的母亲节。母亲节是5月的第几礼拜？第2礼拜。咱只有一场的礼拜哦，只有一场伫10点。所以咱的青少年，咱的舞班，还有咱的乐龄的手舞吼，因要表演，所以咱来伫遮来庆祝母亲节吼。所以你会当邀请你厝里的人，囡仔啦，爸爸妈妈拢甲邀请来，无信主的，咱拢甲邀请来，来伫遮。感受到耶稣基督迄个疼的气氛，吼，疼的氛围伫咱内面。好，过来，咱的6月开始有洗礼的报名，所以请咱来注意这个时间。好，哇，咱真恭喜咱的青年吼，嘉佑是知和甲宗亲的后生，吼咱的何怡慧吼，怡慧是咱的赵明长老的查某囝。嘉佑甲怡慧伫下晡，今仔日下晡2点要伫4楼举行订婚哦，吼，订婚的礼拜，所以请咱的兄弟，时间若会使来甲这2位青年来甲因管理，来甲因祝福，来甲因鼓励吼。下晡的2点，2点订婚了后应该会奉茶了后，然后呢，咱来食伊的鸽仔头，好无？那想要食鸽仔头的下晡，再请你来参加。鸽仔头是啥物？鱼饼，对吧？
以前拢讲割头哈，就是喜饼啦哈，那个传统的喜饼了哈。好呀，咱嘛继续为着这一对要订婚的青年来继续为着因祈祷。好，过来咱的启发幸福小组已经礼拜到伫第3礼拜，哇，侪百姓的看到这个影片内面在讨论问题。哦，因为心拢毋捌想过这个问题，一世人拢毋捌想到这个问题，总是因透过咱咧放影片，因开始思考性命迄个关联是啥物货？我的性命将来是要行到对倒位去啊？所以就互因去想起性命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幸福小组。你的朋友、你的厝的人，若还袂啉捌酒的，你邀请伊来参加。好。过来，好，咱的母亲节，因为咱有做表演，所以咱有座位时间，咱甲各单位再来了解这个咱的彩排的时间。好，拜六是要彩排，好，过来，咱的永和国中吼，咱有因的考生的祷告会伫5月初8，因为咱要入去到校园，所以大概有200个学生需要咱为着因祈祷。那安尼，咱爱出动偌济人？咱爱出动，差不多爱出动30-40个人，吼，安尼迄个祈祷的时间，因为因只有互咱40分钟会当为着因祈祷，咱40分200要为着200个人祈祷，那安尼咱一定爱出动较济人，才有法度真紧的时间来为着因祈祷。咱的教会阁会准备一个迄个考试的迄个文具包送互每一个囡仔。内面阁有祝福卡，所以咱的教会做的是遮尔有意义的事，所以咱兄弟姊妹，咱特别是铁三角的，咱拢会当来报名来加做这个考生服务的志工吼。好，你旧年若是毋捌参加，今年你会当不吝甲你的时间来奉献出来，然后咱来为着这学生来服侍因，这也是上帝爱咱做的一个服侍事工。好，过来。好，咱的空调，咱即马来到伫362万，感谢主吼，咱渐渐已经开始伫要收尾啊吼。4楼的即个地板的物件已经拢拆起来啊，吼。咱3楼还袂因为还佫部分的时间吼。咱今仔日还袂有冷气吹，是因为外口的管还袂倒起来，吼。总是已经慢慢伫要佫愈来愈好势吼。继续为着咱的工程来祈祷。咱安尼看吼，咱礼拜日来礼拜坐喺遮，拢感觉好势，对无？平常时拜1到拜5，咱的永伟长老甲遮的工人，哇，永伟长老拢扎营伫遮啦，伊敢若差无伫遮大天道尔，无伊拢伫喺遮。甲遮的工人，哇，嘛有侪问题哦。拄着即个问题，拄着即个问题。咱甲看迄个恁的倒手柄遐牵线出来有无？有看到无？牵足一线，你看咱的正边，原来是倒伫遐对无？即马要甲锁喺遐，干那这着爱讨论一步，吼，因为原来要倒喺遐，即马倒毋对呢，迄是旧的，即马哇，着讨论一步，所以时间着一直拖，无人敢做决定，有真侪个人牧师甲因安尼才做一个新的决定，所以咱会想讲咱做遐慢，咱的心一定爱有一个体谅。这个工程为着要做好，爱详细无？详细一步做好势，所以两边就要好啊。咱继续为着这关心、奉献、佮祈祷，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好，过来，咱继续咧，咱有牧区的真济因的迄个报道哈，所以这是牧区的首座的布道哈，5月初3的礼拜日，所以咱若是伫这个牧区吼，你有登记的，然后你会当准时来参加吼。5月初3，好来。好，过来就是咱各个牧区吼，玉行牧区有这幸福的花艺是5月初5，好，过来。好，这里是惠苑的牧区是5月23，因要去倒位佚佗啊？去野柳的吼，去野柳。所以咱拢咱的牧区会当来报名吼，要去遐做幸福女王啊吼。要做女王的，拢会当来报名吼。5月23是因的牧区吼，迄个惠苑牧区。好，过来，搁有啥物牧区？好，搁有养亲牧区吼，5月30，然后因要去金山，所以你是养亲牧区的，会当来报名。
好，这就是咱的青少年撼动星球伫8月嘛，欢迎你来报名。好，迄个撼动星球卓越价2500块吼，敢若到今仔日中昼截止，所以爱咱的家长吼，有的囡仔呢，安尼无啥咧注意，所以爸爸妈妈你爱甲你的囡仔问者，你报名袂？钱交袂？因为咱到伫中昼礼拜以前是2500吼，其实因到伫新竹。2500拢无够本钱啊！吼，所以咱教会有补助搁较济，所以互囡仔负担2500拿定，吼，所以咱的囡仔紧来甲因做长辈来甲伊关心，然后来甲伊交钱伫中昼以前。搁来就是即个牧师来特别来报告，就是咱的教会有成立一个协会，咱知吼，即个协会其实就是咱教会的协会啦，吼。咱呢用协会的名，要来办一个公益的市场市集啦。这个市集吼，咱的小组会当来报名来参加。要伫即个隔壁的即个迄个活动中心，吼，咱的即个里的最主要就是要互咱来甲即个社区的人来接触，互咱会当有真侪咱会当传福音的对象。所以，咱的周报内面原来有写吼，会当用真侪方法，你旧的物件啦，旧的遮毋是袂当用的吼，是个会当用，会当伫遮来做一个奖赏。好，所以咱会当来看即个内面遮的内容。欢迎咱的小组会当组团小组来报名来参加，互咱甲社区会当有搁较侪结连。好，大岛的部分吼，咱来为着即个联防吼，毋捌吼伊是咱的恩慈心爱吼，因的阿公啦吼，阿公因嘛足期待咱会当为着伊即个阿公祈祷嘛，伊互伊会当来信主吼。过来是咱的蔡淑珍以及咱的明珠，即个后壁即个明珠是咱的陈建宏的妈妈吼，虽然咱无啥熟悉。总是咱看到这个名，咱来纪念因。好，过来就是咱伫明仔载，咱的杨罗素红姊妹，伊说咧真久，总是因为伊年岁济，所以无法度来到伫教会，总是伊伫厝里总是常常伫听诗歌，然后看咱的直播，到伫最近伊的病情破病年老。所以，咱就较少个指接到伊。这是咱的燕玲的老母吼，燕玲的老母今年几岁？96岁，96岁吼。燕玲来徛徛者，燕玲，这就是咱的燕玲啦吼。伊的老母素红姐，所以伫明仔载有个别式伫二滨吼，所以咱时间会使，咱来参加。咱要来迄慰思，因为伊的兄哥拢还袂信主，所以这是还袂完全信主的家庭，所以咱的教会，咱来参与，将这个福音来带互因。咱要唱慰思，耶和华祝福满满。你若会晓唱的，你拢会当来参加，吼。好，来，咱隔壁有新的朋友无？好，咱这个时来，咱起立，咱用这首诗歌，咱彼此来温暖祝福。主来临就好利，平安后的我心，我相信来就华丽，光光照亮烈光后期。来哦，将咱的手举出来，将上帝福气分予你。咱议员听的牧师来祝福。但愿上帝的快乐、耶稣基督所赏赐的恩惠，以及圣神的同在，
互咱加添咱的信心，毋那伫咱的教会的生活、伫服侍、伫小组，以及伫咱的家庭内面，让我靠耶稣基督来得到喜乐，得到平安，佮勇敢徛在伫耶稣基督真理的内面，对他即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上帝祝福咱，咱下个礼拜咱个倒转来到这礼拜，大家请坐。